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文奇景日全食，有上帝主权之称。顶一天伫台湾出现是2012年中央气象局天文站的预测，这个月21号，也就是夏至迄天，有9个县市会当过来看到。其中各以云林的水拿甲口湖乡是上早会当看到的地点。当地是准备要来举办一连串的活动，要邀请民众共同来欣赏这个天文奇景。啊，即个若是看无到，爱搁等195年。月娘将一头光炸条的，敢出现外围圆形光芒，这是2012年伫金门观测到的天文奇景日全食，也就是天狗食日。8年后，台湾有9个县市嘛会使看到。估计伫6月日夏至迄一天下晡2点后，上早看到就是云林的水拿甲口湖乡。荣幸的是，在台湾本岛地区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看到这，都期待迄天较紧来。云林县政府将伫迄一天伫水拿乡举办一系列的观测活动，选定的地点包括灿林国小甲当地一座宫庙。4点13分55秒是日环食最大化的时间哦，尤其这次日环食的中心线。刚好会经过我们水林龙宝殿这个位置吼，一个戒指一样哦。我们在台湾很难看得到这种完全的这个日环食，那我们过去都看日偏食的机会会比较多。台湾真好运，用伫8年看到2摆，不过若是错过这摆，就要搁等195年。专家嘛提醒讲，看时一定要用专业的镜片，袂使用目睭直接去看，以免伤到目睭。